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二台，而家係上午嘅9:30，依家轉用單聲道廣播。半小時之後，即係上午嘅10點正，本台將會播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嘅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聆聽能力及綜合能力考試。你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二台，而家係上午嘅9:45，依家以單聲道廣播。喺上午嘅10點正，本台將會播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嘅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聆聽能力及綜合能力考試。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二台，5分鐘之後，本台將會廣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試卷3及試卷5聆聽能力及綜合能力考試。而家請大家欣賞倫敦交響樂團演奏家傳戶曉嘅英國民謠《Green Sleeves》綠袖子。喺上午10點，考試廣播未作出有關宣佈之前，考生不得翻閱試題答題簿及閱讀材料。重複一次，喺未有關宣佈之前，考生不得翻閱試題答題簿及閱讀材料。